投資之路起步優惠格外重要。今明中國暑假黃金熱，一下新機遇，新客戶專屬贈金活動正熱烈進行，多重優惠加持，協助一眾投資愛好者輕鬆展開貴金屬投資旅程。作為行業內合乎規管的優質交易平台，今明中國深耕貴金屬投資範疇16年，擁有穩定順暢的交易系統、公開透明的報價機制，加上專業客戶服務體系，為投資者締造安全、透明的交易環境，深得全球數百萬投資者認同及信賴。是次新客專享贈金活動，開放予所有首次開戶之新用戶，活動門檻十分親民，只需完成開戶手續，合乎規定下注入資金，即可申領專屬贈金。贈金可直接用作交易，有效增加交易本金，減低初期投資成本。無論是投資新手嘗試操作，抑或是資深投資者增加持倉空間，都非常適合。除豐厚贈金之外，新用戶更可同步享用平台一站式配套服務，每日市況分析、1對1投資指導、免費線上教學課程，幫助新手快速掌握交易規則，緊貼市場走勢節奏。基於稍縱即逝，優惠設有時間限制，把握今次新客專屬活動時段，開立今明中國交易戶口，領取超值贈金，運用充裕本金，找緊貴金屬市場各類投資機會，展開穩健投資新旅程。